条那么，四条那么，四。阿弟哥，你在浴室里做什么？我懂你个四条那么。你说你在做什么啦？我说我正在洗头发，怎么了？我结果啦，我们练了新的魔法，正在等你，你赶快出来啦！哎呦，等我一下啦，我快洗完了啦。那你还要多久啦？大概5分钟，等我5分钟就好了。哦，那我们要倒数了。10、9，不是5分钟吗？你这10秒等一下啦。感觉他还要很久我们不等你了，我们再去练习一下。好，走。不就5分钟吗？一直吹，奇怪。我洗好了啦，本矮一条面趴。本矮一条面趴，就是给我一条毛巾。OK， 给你，谢谢。阿弟姑，洗好头了嘛？来，请坐，这边坐呢。怎么啦？坐下来试试我们刚刚新学的魔法。你们是不是又想在我身上变什么奇怪的魔法？没有啦，我们刚才跟懒洋洋精灵、达达精灵学了很久，不会有问题的，放心啦。对，而且如果真的不小心，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的话，叽里呱啦精灵会复原术啊，可以把你变回原来的样子，不用担心啦。每次你们越期待，我就越担心了。不用担心了，我们大家准备好哦。团结力量大，浩克燃法术。怎么样？有没有镜子可以借我看一下？我有，感觉变好重啊！阿弟姑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哎呀哈爱去浴堂。阿弟姑，你要去哪里啦？我说，我现在要去浴室。阿弟姑，不要生气嘛。对啊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我可以用复原术帮你变回来的啦。我不要。我有那个魔法洗发精哦，把你的头发变得很柔顺。我不要。哎呀哈爱去浴堂，拜拜。可是跟你裤子很配耶。对啊，那个蓝色很漂亮乃懂得个洗头那么，意思就是我正在洗头发。本乃一条面趴，意思就是给我一条毛巾。乃呀哈爱去浴堂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去浴室。今天故事里面的课语，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？学会了。懂腔哦。来去学教教转来，吊公公的溜马菜，教到规身厝，做样加散，爱去浴堂洗身。洗身轻松快，变到香香的人香。洗身洗呛里，变到酱酱的人爱。来去公园到转来。跳蚤的，到起落的，到到规身好，做样加散，爱去浴堂洗身，洗身轻松快，变到香香的人香，洗身洗呛里。酱酱的人爱。
善良。